1975年11月，香港銀行界高層有2個同期活動，一係由伍錦芬、孫世俊、黃長贊、呂培英、梁以修、梁偉豪等6個人發起志同道合者定期聚餐；二係中銀集團主辦嘅北京華東銀行保險界旅行團，團長陳友慶、副團長陸孟熙、紀明、秘書吳連峰，兩源頭分別活動，成員逐步互融，至80年代中融為一體。本會會員均屬嚟自中外資本金融機構，包括銀行、保險、證券、基金、黃金、財富管理、金融科技等華人高級管理人員、專業同埋傑出人士組成，被譽為香港金融界高層人士聯誼大家庭嘅精英團體。本會定位聯誼交流同金融智庫，長期堅持每2個月舉行一次例行聯誼晚宴，從不間斷。每次晚宴均就會員關心嘅問題，邀請政府官員、專家、學者進行專題演講，並安排聯誼交流，良師益友，獻策會誌。本會成員橫跨海峽兩岸，曾多次應邀拜會兩岸政府及金融監管部門，了解國家宏觀政策同兩地金融法規。透過呢啲高層交流，不僅增進咗金融界嘅互信基礎與友誼，更促進咗彼此理解與務實合作，為維護金融穩定與共同發展貢獻積極力量。本會成員均為中外金融機構嘅高級管理人員，具備廣闊嘅國際視野與專業知識，有利於加強中外合作。本會曾經組團訪問加拿大、美國、泰國同埋中東等地同業，以增強彼此合作，共同進步。亦都透過國際交流，拓展視野，提升影響力，並建立友好合作關係。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時代，本會作為香港金融界一份子，將與時並進，再創新猷。